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对台湾政策并无改变，目前140亿美金军售案等咧审议，并无取消。兄弟姊妹遗产分配平，法务部有个修法，决定甲兄弟姊妹订离婚台条，定出相关的配套方案。罗西亚又去攻击乌克兰，规模是这几个月以来上界大的，有23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联合国也大谴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初3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来看这高雄公山的空军基地发生 T-344教练机失事的意外，有2个中校殉职去。其实这届这任务是模拟发动机失效，所以到底是机械各样，也是讲有其他的因素。因为这台 T-344的教练机呢是无乌压巴的，所以军事专家是表示讲，除了人为、机械，也有天气的状况以外，动工的调派嘛是调查重点。初3早起，高雄公山空军基地内底失事的 T-344教练机用篷布盖掉咧，边仔嘛有搭边仔起来，包括军方甲汉翔的人拢来到现场，要调查教练机失事的原因。这回 T-344教练机执行发动机失效的模拟训练，所不幸失事造成2位中校殉职。因为执行的教练机拢无乌压巴，要如何来找出失事的原因？有军事专家讲，伫地面监测的教官嘛是调查重点。机场它跑道头有一个叫飞辅室，就是飞行辅助室 mobile， 他们就有全程有就是看到它相关的飞行轨迹。那另外机场本身也有进场台，它有进场雷达，所以它整个雷达的轨迹相信也是有掌握的。mobile 的这些资深的飞行教官，他的权限会大过塔台，他可以随之，因为他本身就有飞升飞机。所以他很清楚，所以他可以直接下令做一些紧急的处置。专家表示，这批 T-344教练机是1985年对美国采购较新型的教练机，不只个欠缺紧急逃生的设备，嘛是需要考虑改善的重点。殉职飞官罗贵佑的爸母嘛望军方会当赶紧找出失事的原因，尤其这个教练机都已经超过40档啊，按换新的飞官性命才有保障。以后空军的那个飞机能不能淘汰换新，让下一批的同学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让他牺牲也有价值。军方表示，失事进程2位中校已经完成4抓任务，这段期间拢无透过无线电汇报有任何状况。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早起也来到失事现场敲吹，要厘清失事的原因，到底是机械故障，还是有其他因素。记者柯家族张高永昌报道。再来看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伊是表示讲，虽然中国北京呢是反对这美国对台军售，也毋过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其实并无改变。目前140亿美金的军售案是当咧审议，并无取消的。也那咱南亚的立委呢是提示讲，咱应该就要主动来争取相关的装备。另外，这立委是强调讲，川普政府被凊彩的跳票。Our policy on Taiwan is not changing and did not change on this trip. 传习配了，美国对台政策方向受到真济关注。国务卿罗比奥每当时间初2伫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虽然希望看到美方伫元素顶头有所调整，不过美国并无做出改变。嘛透露，当咧批准的140亿美金对台军售案，搁伫白宫审查。There's been no change to U.S. policy towards Taiwan. I think there's obviously the Chinese side would like to see a change in the verbiage. But no change has been made in that regard. 卢比欧又重申对台政策不变，但军售还是要交给川普决定。习近平访美之前是不是都还有变数？预算监视审查预算。国防局长蔡明安无正面回应，不过传习会了，美中台情势出现变化。中国月底国防局就捌警告，中共强势操作机密论，希望透过军售议题影响台美合作的基础。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就提醒，台湾不应该是美中代沟的基地。不管是哪一方面提出来的维持现状，他们都有自己的解释跟考量。如果说像鸵鸟一样，只是相信别人的一句话，说我们现在都还是受到很大的关注，然后我们都没有任何的改变，我想这是自欺欺人。它是以美国的利益为导向，不会因为中国来去反对而去来减少或者甚至搁置军购，他必须要思考到美国的战略布局，包含他在中东的布局，包含在印太地区的布局。民进党立委陈冠廷重申，就算有美中峰会，甲习近平要访美等等的因素，互美方伫用词做出调整。不过，川普政府要凊彩改变自身的利益，拍甲朋友之间的承诺。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甲菲律宾正是当咧超测这经济区域范围有可能会来到咱的东部外海，影响到咱的掠鱼权。海委会副主委张忠良伊是回应讲，会照规定派这海巡舰去保护咱的渔民。我们现在所有的海域的部分会根据离汛期的这个情形，会派遣大舰在各个海域，像现在在西北海域、东北海域。还有台日海域、台北海域都有派我们大舰在执行相关的勤务，在护渔的工作，所以不会影响到渔民的权益。张忠良表示，讲这外交部呢已经有表明咱国的立场啊，讲这日本甲菲律宾的谈判是袂当损害到咱国的权益。目前咱甲日本、菲律宾拢有签这渔业执法合作协定，海委会会依法来执行，袂影响到咱渔民的权益。另外，再来看咱陆军有一个中士甲一个兵仔呢，是因为手头有较红，结果煞互一个走路去中国的查甫人甲吸收去，用这手机啊来偷翕部队内底训练的相关的资料，就会当摕到这2000块的渔机货币。即马这人呢已经互抓到，互检方以国安法来个起诉，并且法院甲判重刑。中国一直咧对台湾通奸渗透，佮传出陆军两回现役士官兵，互境外势力吸收涉入军事秘密，互桃园地检署依照国安法等罪嫌起诉，检方佮批评两人负责保家卫国，双回处理犯案，建议爱重刑。境外势力协力者利诱国军收集泄露军事秘密案，于近日侦结，任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国家安全法等罪嫌而提起公诉。专案起是一个因为案件逃出境的50人受警方势力指示伫台湾发展组织。今年3月熟悉陆军射所中士甲射传士兵，伊利诱两人希望因提供军事机密，期间射传查甫人高求非军籍的射王的查甫人加入射所，射传陆续将包含部队训练运作人事资料等军方相关文书，用手机翕个传互射王查甫人，用渔机货币方式收2000，暗过部队发现问题，赶紧通报后代志别康。全案已进入司法程序，相关案情不予评论。透过国军涉密查核与机密精准标示等做法，建立国军揭密资格认证与文书涉密精准标示机制。涉密的一些权限，我觉得军方包含我们离退的官兵都应该要持续的去做相关的这个规范跟了解。专家建议涉及定定是个人行为，建议国军除了加强宣传保护工作，养残酷民间企业保密分级的概念，强化分散授权，基本资讯，敢若互爱知影的人接触，降低境外势力得到国军重要情报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中华有一个越南籍的移工，今年1月时伫台湾生囝，也毋过在婴仔出世10外天了后就过身去啊。这个移工说因为无钱甲办后事，所以转找朋友做伙甲这个红婴仔呢待伫咧空地。即马法官是考虑到外国人恐惊是对台湾这殡葬风俗是无介清楚的，所以是照放杀尸体等罪嫌，甲这2个人判5个月甲4个月，会当解纳罚金。警方伫空地超找挖出一个红婴仔的遗体。中华警方今年3月查到一位姓吴越南籍的失联移工，调阅相关资料，发现伊伫今年1月有伫病院生囝记录。一个问才知影红婴仔出世10外天就过身，所以为无钱通办后事，这位姓吴的移工就找朋友斗3天，甲红婴仔待伫空地。完先坦承女婴因病过世，遗体由他与友人范姓男子载往鹿港镇吉安北路掩埋。全案经讯后，移请地检署侦办。法院审理了后，考虑2个人无前科，而且对台湾殡葬礼仪无清楚，分别判2个人5个月加4个月的有期徒刑，同1科罚金。社福团体表示，有不少移工因为无清楚法规，有心了后就密起来偷生囝，变做失联移工。其实本劳跟外劳都有享有生育权，雇主会跟他说：“你怀孕，你要回家。”或是他自己也不懂得这个他的权益，有很多的困境，所以他们通常都
都会选择变成失联移工这样。社福团体表示，目前台湾一年有将近4000位移工申请生育补助，但大部分拢是伫工厂接头路的产业移工为主。因认为政府应该加强对家庭内做事的家事移工进行法令宣导，提供较完整的生育甲照顾资源，让移工了解自身的权益，避免因为资讯不足也是经济困难，衍生更较大的社会问题。记者杨思成综合报道。来看这台湾人其实有真侪家庭呢，一寡兄弟姊妹平常时是无咧相交插的，等到这4大人往去了后，才拢跳出来要来分遗产。嘛，因为这现行的民法的特留婚这个规定是常常引起家庭纠纷，所以今麦法务部是正式来有个修法的草案，决定把这条兄弟姊妹特留婚要甲汰掉，来定出相关的配套的方案。然后第二呢，我希望小朋友一定要听我的那个家训，好不好？要存钱，要存钱，低调过生活，好不好？过身的家人做西平，在生时要讲要将遗产留予长期照顾伊的客囝，不过就现行的法规其实受到限制，引起外界讨论。未来包含唔是继承人、无亲属血缘关系，只要有照顾、提供劳务、财产给付的，伫遗嘱内底有写明，都有机会会当合法摕到遗产。因为法务部伫初日已经预告民法修正草案，就是正式宣读兄弟姊妹特留婚，未来民众的遗产唔免搁强制分予兄弟姊妹，难免就会有一些恩怨情仇。他们过去曾经为了争遗产，已经反目了。现在呢，其中有一个人，他是兄弟姐妹，但是他有配偶，但是他没有小孩，父母又走了，结果他的财产要跟过去跟他争产而打官司的兄弟姐妹，来一定要给他这个特留分，哇，他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律师点出实务上无合理的现状，这件修法就是为着要落实尊重遗嘱的自由。不过嘛，为着要避免造成无公平的情形，草案嘛有定出配套。若准民众在生请养的兄弟姊妹，因为当事人过身，得面临生活困难，修法草案内底嘛有写着会当向法院来请求分部分的遗产，兼顾弱势兄弟姊妹生活保障甲实际公平。一个人努力了一辈子，那钱财务必是要善用，留钱财，但是不要留纠纷。所以呢，留钱财一定要适度的做规划。为着不爱让遗产变遗憾，法务部嘛增加继承人特别贡献规定，希望透过改善法规，让财产分配别个引起家族的战争。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在罗西亚昨又搁对乌克兰来发动攻击啊，而且规模呢是这几个月以来上界大的，拢总是飞600多架的无人机，也搁有射73粒飞弹，有23个人死亡，也搁有100多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警告讲，这莫斯科呢真有可能会搁发动新一波的攻势，因为联合国也大大谴责，要求要赶紧停止攻击。天未光，基辅市区开始淡水雷爆炸声就对得来。初二半暝，罗西亚对乌克兰乒乒乓乓飞弹射袂煞。根据乌克兰官方的数据，罗西亚规暝派656台无人机，也有射73粒的飞弹，其中8粒是防空系统真216来扩招及音速飞弹。包括基辅也有第聂伯罗在内5个城市，拢正做攻击的目标。敢若是基辅，到5间的病院、人家厝，也有商业大楼去击着。若是车烧起来，佮烧入去建筑物内底，有4万多人赶紧避入去基辅的地铁站，创下这几年来伫咧半暝防空警报弹的期间避难人数上悬的纪录。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拍影片说明灾前，甲大家警告会有更加多攻击。Ми знаємо від розвідки, що масований удар може бути і цієї ночі. Будь ласка, дуже вас прошу, звертайте увагу на тривогу. 这是罗西亚无到1个月来对基辅发动第3摆遮尔猛的攻击。罗西亚指控乌克兰直直攻击罗西亚的石油库，佮加上乌克兰东部目前有一个去互罗西亚占领的城镇，一栋大学的学寮去击着。罗西亚认为就是乌克兰做的，嘛放掉会来展开攻击。针对罗西亚的攻击，联合国秘书长古德瑞斯初二透过发言人发声谴责。Once again, we emphasize that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s are prohibited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must end immediately. 因为即马伫中掠中号的美国嘛掠袂啥会调，俄乌双方即马伫地面是战甲地噗噗，罗西亚军队推进的速度有变慢。
若乌克兰是加大对罗西亚能源基点空袭的日头，互相风即马是伫咧天顶愈拍愈热。若防空系统资源遮尔啊欠，乌克兰的民众也有主要的城市恐惊，就要继续承受战争的苦楚。公司新闻张小芬朋友。去年12月，伫英国是发生一桩警察甲受害者铐起来，害人未付就医转重伤死亡的案件。昨日的凶手是互人判无期徒刑，也毋过民众说因为警方执法无解妥当，所以伫咧街仔头发生抗议冲突。英国首相施凯尔是出面要求调查警方伫这桩案件的处理方式。You've been stabbed? Whereabouts? Don't think you have, mate. I can't breathe. Put the hand in the cuff, mate. 18岁查甫大学生罗瓦克艰苦甲倒伫涂骹，强要无法度喘气。接到报案的警察南安普顿所相信涉及到加害者直给我的白贼话，讲伊家己才是受害者，所以警方毋那无为重伤的罗瓦克送急救，连到所甲伊铐起来。等到发现伊的目睭人对光线无反应，才知影代志大条啊！罗瓦克不幸当场死亡。The way he was treated was inhumane and degrading. 身为社区教导的狄给我，用伊身躯在合法的仪式用刀，杀死无熟悉的大学生，一切一去互南安普顿皇家法院以无杀罪判终身监禁，上少爱关21档。不过，伫警方公布随身摄影机的画面了后，民众是非常的愤慨。警察伫现场处理的方式，嘛，互在野党摕来甲2020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弗洛伊德案来相比拼。We've brought in what is called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in favour of ethnic minorities over those of white people whose families have lived in Britain in many cases for centuries. I'm not a racist at all, but it always seems to be two-tier policing in this country. Everybody's, we're just sick of it. We've had enough. I can't breathe. 原本是数百人对诉行李罗瓦克的活动，了后肃张面失控，演变成一场警民对立的冲突。警方使用红布盾牌、佮喷咸姜仔水进行驱离、佮戒备，佮逮捕部分的示威者。英国首相史凯尼嘛要求针对警方的决策判断进行独立的调查。As a father of a 17-year-old boy, I felt sick watching it. 上时英国首相发言人嘛对外表示，并无骑上头马的警察任务。身为社区教导的工党议员德西，伊嘛谴责一寡政党想要利用这件杀人案，和英国的社区教来担罪。若爱犯事当时执行勤务的警察，嘛有一个人已经辞职。公司新闻翁如梅编译。世界气象组织来宣布，今年6月至8月呢，这圣婴现象发展的几率是有到80%。上界差的状况是，恐惊是会发展做这强圣婴，是到这全世界恐惊是高温烧热的天气，安尼直直来，唔是可旱，就是落大雨，灾情有可能会愈严重。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初二宣布，今年6月到8月之间，全球出现圣婴现象的几率达到80%。因若延续到11月的几率也接近，甚至是超过90%。这增加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风险，对人类的健康、生态甲能源拢会造成压力。We can also expect an increased risk of extreme heat with higher temperatures and shifting precipitation patterns, adding further stress on human health, ecosystems, agriculture, and energy systems. 伫咧17世纪，秘鲁渔民头一间观察到圣婴现象。某一寡年份的亚淡季前后，太平洋的海水会特别温暖。圣婴现象的期间，原底对东边吹向西边，将温暖的太平洋海水撒向亚洲的信风会开始减弱，甚至吹翻头。地处温暖的海水流向美洲，和中太平洋、东太平洋的海域温度升悬。进一步就会改变海面上的大气状态，彻底改变全球的落雨模式，会当伫咧某一个大洲引发大水，煞伫咧另外一个大洲造成可旱。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预测，2020年到2027年的圣婴威力有到67%的几率会演变做强烈或者是非常强烈的等级，也就是人讲的超级圣婴。因为世界气象组织是预估威力达到中等以上。L'intensité d'El Niño, elle dépend de plusieurs facteurs. Le moment de l'année où il intervient, la vulnérabilité des pays. Et donc, d'après nos modèles, enfin nos prévisions, les centres s'accordent à dire qu'on aura un phénomène El Niño qui va aller d'une échelle de modéré à fort.
声音现象会将太平洋的热能慢慢偷放到大气当中，这波热流会引发全球的气温创下历史新高。专家预测，2027年会成做有记录以来上热的年份之一，甚至有可能会拼过2024年成做历史上热的年份。联合国是呼吁各国得针对极端气候赶紧想出对策。The only effective response is climate action equal to the crisis, ending the addiction to fossil fuels, accelerating the shift to renewables, protecting the most vulnerable, and delivering early warning systems for all. 声音现象出现，会导致有关区域的整体气温。台湾今年热天面临着高温甲热流的几率，也明显提升。另外，因为风台形成的位置会较偏东边，伫咧海上吸收热能的时间较长，那接近台湾，演变做强烈风台比例也增加。因若是有方面风台过境，短时间内引发极端大水害几率也变大，较高会造成市区严重积水。关新闻金冠庆编译。继续过来关心，咱政治大学是来举办哈维尔对话的论坛，要来讨论对抗威权甲人权价值的议题。就连这前总统蔡英文，也有一级参议院议长韦德奇，拢有来参加。这韦德奇是讲要透过对话，参台湾做伙来维护自由甲民主。因那蔡英文伊嘛表示讲，这民主呢，袂当干那靠制度来支持，嘛需要公民做伙来参与。这个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目前伫台湾访问，礼拜三和前总统蔡英文去参加由政治大学举办的哈佛对话论坛，讨论测考前总统哈佛安怎对抗威权、甲强化公民社会，搁面对国际局势变动，要安怎透过下国家的对话延续人权的价值。韦德奇伫演说的时，毋但分享哈佛的理念，嘛强调真相甲爱，将其尾的战赢白插话甲受分。Učme se dialogu, více si věřme a spolupracujme v zájmu našich zemí. V zájmu rovné a vzájemně výhodné spolupráce, v zájmu obhajoby, ochrany a posílení svobody a demokracie. V zájmu zachování naší důstojnosti. 韦德奇讲，即摆来台湾主要是要深化台湾甲这块两国的合作，共同维护自由甲民主。前总统蔡英文提出的时嘛讲，若要落实民主价值，毋乃靠制度，嘛需要人民共同参与甲发声，才会当维持社会自由甲尊严。Democracy depends not only on institutions, but also on citizens who are willing to speak honestly, act responsibly, and participate in public life. In Taiwan, as in Czech Republic, I believe that the people should have a powerful voice in shaping our collective future. 另外，除了论坛，拜赛的布伫台湾双联公会，嘛举办上镇民主连结甲对话精神的哈佛的长医疗起告仪式，希望透过公共艺术延续人权、民主的价值。记者吴正阳、王志光、尹瑞基台北报道。目前，这全台湾是有超过300万人是咧税厝。针对这税厝的补助，内政部是规划对明年开始要来恢复由中央甲地方共同来分担经费。这地方呢，上届这是会分担到4成。虽然地方政府是有反弹，也毋过内政部长刘世芳伊是表示讲，去年这地方扣的税呢已经有2667亿啊，做伙分担安尼是有合理的。希望地方来分摊这个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总共花的是80亿。那再加上财划法里面呢，对于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呢，一共分配到地方上分配到的是4000亿。所以我们觉得站在居住正义，或是站在土地利用还有房屋的利用上面呢，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分摊，并不为过。那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声音的话，我们会在一起检讨来改进。这刘世芳是回应讲，地方会当有无共声音，安尼会当来检讨甲改进。毋过，伊嘛强调讲，这台湾税厝的政策，包租代管等等，这全部拢是为着要来解决弱势族群，也有婚育家庭的重要的政策。希望中央甲地方会当做伙拍拼。另外来看，这台湾人是真爱出国去佚佗，提醒观众朋友，若准备去泰国，安尼上无是爱砸2万块的泰国钱，才通好来证明是有观光的经济能力，毋是要去遐来违法做山工的，若无恐惊是会互人轻罚。
好记识一大堆人，泰国是国人真爱去旅游的国家之一。不过最近有网友发文问讲，到泰国去旅游，当地海关检验严格抽查旅客身躯顶需要载2万泰国钱，也是顶值的货币现金。实际去问旅客，大部分的人拢讲因知影这项规定。你有听说过说这个2万块泰铢的这个规定吗？有啊。那你今天有带那么多吗？有，我们有准备，因为很怕被遣返。我大概带了3万块吧，3万块台币。以前1万已经我觉得是 OK 的，它跳到那么高的金额，对啊，这个是比较便民。事实上，根据泰国移民局的现行法规，泰国的海关确实是有随机抽查旅客随身载的资金的权利。为了证明有伫泰国旅游的经济能力，官方建议入境的观光旅客个人应该准备含2万泰国钱顶值的现金。若是家庭集体出入境，就需要准备含4万泰国钱顶值的现金。从5月底开始，我们国人原本去泰国享有60天的免签证，现在也改为30天免签证了。是因为最近很多外国旅客在泰国从事非法的工作及违法的活动，但也连带着现在他们也对进入泰国每位旅客要准备2万元泰铢的等值货币，更加强严格的审查。除了泰国以外，全球还有真侪国家是为了防范非法伫遮做黑工、下国的诈骗，也是审查旅客敢有基本生存的财力。伫海关的法律内面有定随机抽查上加载现金的规定，亲像缅甸、印尼、法国、意大利和捷克等等。记者综合报道。台师大新测中心是来公布115年国中教育会考的对照表，这学生想要摕到 A++，安尼国文甲社会呢，极计敢若是会当毋着2条尔，自然科是会当毋着3条。若英语甲数学伫咧加权了后呢，英文上无是爱摕到98.14分，若数学就爱91.6分。18.2万名考生参加的115年国中教育会考，特别伫6月初5公布成绩了。为这会考的台师大新测中心先公布等级、甲标示、甲写着题数的对照表。国文考42条要大家精识 ，A 级至少爱着36条，那 A++40条，敢若会当毋着2条。社会科54条，精识级爱着48条 ，A++ 爱着52条，嘛是敢若会当毋着2条。自然科50条，精识级43条 ，A++ 爱着47条，敢若会当毋着3条。虽然说它这个经手等级是跟去年一样，可是国文社会呢，它是错2题都还可以 A++，那自然科呢是错3题也可以 A++。国文、社会、自然基础级 B 级拢含去年差1条，国文科17条，社会科20条，拢含去年减1条，自然科19条是比去年加1条。英语外头测验43条到38条以上算精识，听力测验21条到13条以上都有基础级，外头测验80%加听力20%加关了后，精识需要达到90.7分以上 ，A++ 需要98.14分。数学科选择题85%，非选择题15%，算起来加关了后，精识需要77.10分 ，A++ 需要91.60分。那去年是76.2，所以今年有多了一点点，90.70分以上就可以在英语科达到精手等级。那基础呢是38.43。这个数字跟去年也都是一模一样的。台师大新测中心说明，今年做更的是每一个难度区间的题数拢同款，不过难易度不是一空一顺，所以爱透过点化的方式。譬如讲，今年较简单，就要加着1条，才会当互每一档的精识和基础的标准会当互相比拼，才通长时间观察学生的能力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健康消息来看，这东亚病毒疫情顶礼拜呢，就诊的是5573人次。另外，目前这台湾也出现一个本土麻的群组，有可能是对泰国带病入境来获得的。目前已经扣了491个人来监测这个健康的状态。这伊波拉病毒是继续在传，疾管署宣布6月初2开始连续90天，这民主公告甲乌干达的民众是禁止入境台湾。民众出门也互刷杂志，最近天气是愈来愈烧热，这段时间嘛是东亚病毒上高危人的季节。疾管署指出，国内东亚病毒的疫情当咧加悬，
顶礼拜有5573人次因为肠仔病毒去看医生，比顶礼拜加8.2%。疾管署提醒民众要接洗手，落实环境消毒，才能降低病毒危人的风险。国内肠病毒监测的部分，以社区的病毒监测来看的话，最近4周检出的还是以克沙奇 A6 型为最多，其次是克沙奇 A4 型及肠病毒 D68 型。整体来看的话，近期的这个疫情还是呈现一个缓升的一个趋势。另外，这礼拜毛仔病例嘛新增加一个本土群聚个案，是北部一个20多岁的男性，研判是和泰国入境的个案为着。医生提醒讲，毛仔病毒的传染力较强，建议有要去毛仔流行疫区的民众，会当去利用医学门诊咨询，自费注射毛仔疫苗。这2例的接触者总共匡列了，目前匡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致死率可以到达5%到10%。那在这个预防的部分还是接种疫苗还是最有效的预防的方法。那最近在非洲国家引起真侪人死亡的伊波拉病毒，为了要防止疫情拖来台湾，疾管署宣布为6月初2开始做入境管制。5个到乌干达2国居民拢暂停入境台湾90天。最近咱国有4个人为疫区回来，嘛配合疾管署做自主健康管理，其中1个人入境了后有发烧，尾仔经过采检已经排除感染的风险。记者郭金阳、志光台北报道。来看这个台湾真出名的换肝医生陈耀利呢，是因为介绍患者去中国换这器官，违反着医师条例甲医学伦理。即马经过法院的判决、庭改审议了后，这卫福部是决定来废除伊的医师牌，这也是目前台湾头一个。手验麦故事真高讲，台湾换肝的名医中山医学大学附设病院的前副院长陈耀利，因为真侪摆做国内病人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中人，经过司法的判决和医师庭改的审议，卫福部决定要来废除陈耀利的医师执照。严重的违反医学伦理以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所提到的医师人员是不得中介，那严重者呢，废止医师执照。中华地检署在2022年接到检举，讲陈耀利做中人介绍9位病人去中国换肝肾，对内面赚1466万，但是患者在手术了后，刷一个拢过身。2024年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来起诉，一二审拢红判2年的徒刑，加罪5年，而且要纳500万给公库，专案阁会当上诉。中山府医师发声明强调，陈耀利是伫中华基督教病院任职的期间犯案，无法度评论案情。2024年底已经改副院长的行政职提掉，卫福部行政处分了已经停聘。中医表示，陈耀利2022年约满都无国聘，已经是上严格的行政处理。那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将陈耀利彻底自本院体系剔除。那本院是在法规赋予雇主的权限内，在当时已经尽速而且合法的做出最严厉的行政处置。卫福部表示，过去是要有伪造检体、诈领保险和涉毒这案件废止医师执照的。陈耀利是因为非法做器官移植的中人行直接废照，是台湾第一例。台中市卫生局是表示，持续透过病院的督导、科学、法规的宣导和医疗品质管理这机制，提醒医疗机构和医师人员要遵守相关法令和规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假毒赛车实在是抓袂离，伫高雄咧透早又搁出一件，这台轿车是驶正向去弄其他2台车，警方伫现场有抄到松山分弹加毒品的咖啡包。即马针对这假毒赛车，政府已经修正这作业的程序，若准发现这驾驶有状况，无论是快态阳性，也是讲拒绝检测，安尼警方拢会当以现行犯当场甲抓起来。白色轿车弄掉这2架车了后，车身并起倒伫咧路边。车衫半暝啊，高雄发生这站车祸，驾驶酒测值是0，毋过喙内毒品块胎呈现阳性。警方嘛查到依托米制烟油，还有毒品咖啡包，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有公共危险罪上班，甲法院申请羁押。唾液毒品快筛试剂进行检测，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即予以逮捕。最近假毒赛车的代志是一直传，搁造成严重的伤亡。内政部就指出，已经伫咧5月，甲处理技术用毒品了后，赛车作业程序修正啊。定警察若发现驾驶有未当安全赛车的状况，经过喙内快胎呈现阳性，也是技术测试，拢都要以现行犯逮捕。我们包括对毒驾者的吊销驾照、提高罚款额度，而且同车的乘客呢，也要连坐处罚，以及吸毒者需完成毒品戒瘾
品治疗及毒品危害防治讲习后，才能报考或换发驾照等。针对喙瘾快胎执法的部分，内政部表示，114年各警察机关拢总采买喙瘾毒品快胎有1万过2545剂，115年全国已经提升到4万过5711剂，会继续监督各警察机关依照辖区内底毒品的案件，评估需求量，随时变动办理，扩大采买。不过有立委就关心讲，制作依托米酯送是烟弹的原料，依托米酯酸无列入管制。依托米酯的部分，我们之前有从第3级调到第2级，这次可能也会讨论到是不是要把它从第2级再调到第1级。那假设6月17号开会完了之后，那顺利的依托米酯酸列入管制了，是。那大概哪时候生效？生效的部分的话，我们这个是公告就通到行政院公告就生效了。在过去几年的时候呢，黑数是存在的。是。那现在我们经过这个唾液快筛，增购45000剂，那表示说马上时间内就知道说，如果有毒驾的话呢，就马上现行。为了阻挡食毒洗车的悲剧是一再发生。法务部嘛启动相关的法律制度来检讨修正，针对单纯的食毒洗车，也是食毒洗车致死、重伤、食毒洗车的累犯、致死、重伤等等的类型，会全部甲处罚的刑度提悬，而且会检讨修正加设的条件。预计伫咧6月正前，会请行政院审议，速速提出修正的草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一间私立的中学是传出哪像有霸凌的事件，这是社群平台有一个影片，是学生倒伫涂骹，互同学甲攻击。校方表示讲，即马已经请这涉案的学生甲家长来理清案情。也那日本教育基金会是认为讲，应该借这个机会来帮助涉案的学生来理清冲突的重点，找到更较好的解决方式。一个学生倒伫涂骹，另外2个同学对伊的头壳哭哭拍。台中市某一间私立的学校初二传出疑似霸凌的代志，决定予学生抛上网络。学生嘛指控学校必应该文章抬掉。这件代志开始发酵了后，学生大家拢真关心，嘛强调讲无认同霸凌的行为。不过嘛认为，即马学生要管教，实在是足无简单的。不行啊，那不行，太糟糕了。怎么说？霸凌不好，因为现在学生都很皮。然后都，劝不动。校方原本有要采受访，临时来取消，干那发布声明强调，初三已经请3个国中部3年涉案的学生，也有家长到学校来理清案情，卖完成校案的通报，所以来依照校方霸凌防治准则来调查。那日本基金会认为，校方除了爱调查敢是长期的霸凌，也是单一的纠纷事件，嘛要透过这个机会协助涉案的学生理清冲突的原因，也有情绪的来源。厘清完之后，帮助孩子去思考，就是你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除了出手以外，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好，因为你出手就是伤害别人。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对着校方霸凌是零容忍，会继续监督校方赶紧来理清真相，甲校安的机制做好矫正，嘛会提供学生必要的保护，也有辅导措施，确保每一个学生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的华山乡又搁要分现金啊！自去年底一个人分5000块的生活补助金了后，这回呢是宣布今年7月会搁分第2届的5000块。因若顶日啦宣布要来分这石油补助的关系点，是因为有1000多人来刷户口，互人质疑讲这是为着年底的选举。今嘛新竹地检署已经主动分案调查。听到告知通好领，怀山民众拢笑嗨嗨。新竹县怀山乡按算今年7月要第2摆发现金，只要伫今年5月初4进前，户口设伫怀山乡的乡亲，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到5000块。这摆是怀山乡最近这6年来第4摆发现金给在地人。当然是很好啊，对我们都很有帮助啊。他发表示他国家财政很好啊。老人家常常其实收入也都常常不稳定，如果能够有一个5000块。然后来就是激励一下，我觉得其实对老人家心里都蛮开心的，很高兴啊！政府体贴我们的老百姓啊。乡长指出，怀山乡人口大部分拢是65岁以上的时代，有不少拢是退休，也是弱势族群。面对石油甲民生用品起价压力，乡公所望透过补助来减轻大家的生活负担。今年呢，主要是因应这个伊朗和伊拉克的以色列的这一个战争了至少就是说我们汽油涨价的这个差价，以及电费涨价的差价，每一户我们大概1个月有1000多块的补
处。乡长强调，这摆补助经费是来自乡内年度的盈余，因为有村，所以绝对袂影响到基础建设。另外，同款是发钱的关西镇，顶礼拜宣布，只要伫5月29进前。户口设置关西，就有资格领到钱，造成5天内有1300多人甲户口刷去关西。因为年底准备要选举，也引起外界质疑。新北地检署已经主动分案调查，要来厘清敢是有人是假设户口来领补助，甚至是要影响选举的情形。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桃园的平顶昨晚咧收这粪扫的时，车道煞熊喷真侪烟，而且佫营业，害这民众惊一条，加在是无人着伤。环管处提醒民众在处理香灰呢，一定得爱谨慎，爱先加蓝雨淡，再用塑胶落甲底咧，再佫交互清洁队员。若准无照这规定行，安尼上当是罚到6000块。喷扫车伫咧压缩的时阵，金纸糊喷出来，好佳在无人受伤。这件代志是伫咧初二暗时，桃园平镇成功路顶头发生的。伫咧现场倒粪扫，看到民众就讲，迄时听到爆炸声2摆，第2摆较大声，营业嘛喷到规涂骹。你有吓到吗？没有，我还好啦。他们那喊很大声啊，他们都叫一声啊。因为大家都在旁边嘛，然后那嘣，飞尘过来，大家都闪了。说你刚出来的时候看到什么？看到那个粉尘飞很高啊，对，然后后来垃圾车走掉，我先生就用水去冲。登去现场，路顶头还有灰喷出来分热。环管处就表示，香灰外表看到无安怎，不过内底可能有一寡火。当粪扫车压缩机伫咧压缩的时阵，会甲香灰内底气体甲碳粒挤出来，就会产生爆炸，也是导火，甚至清洁队员也是倒粪扫的民众都会着济。在处理这香灰的过程它务必要先淋湿。再用塑胶袋把它包裹之后，单独交给我们的垃圾车，以避免在垃圾车压缩的过程引起扬尘。环管处就提醒，包括锂电池、压力容器等等，都应该单独分类，交予清洁队员。也是各问一下，若是无依照规定，可能会违反废弃物清理法，上当会当罚6000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南投山济地又搁看，这民众咧较罕伫行倒的所在是强在互人来偷倒粪扫的。环保局即马是启用科技执法，伫咧10大较高互人拼粪扫的所在，来到24点钟的监控系统，对去年到今已经抓到34件，以上侦办的也有4件。这是南投关民间乡一个偏僻的桥脚，常常有人会来这偷倒粪扫，或者变啊足压榨。有民众指出。进前淹大水的时阵，佮捌看过水甲粪扫拢冲出来，搞顶悬真正侪粪扫。粪扫流到安尼，你看，起码流规堆下边也要较严重。大水冲下来那一次很严重，然后就有一些垃圾。我感觉是一定袂使哩啊，你等下开始去踢哩啊，垃圾啊，对无？袂使安尼啊。南投因为山较侪，地较宽，真侪民众是罕伫行大的所在，定咧互人偷倒粪扫。变做小型的粪扫场，所以环保局启用科技执法，10个地点偏僻，佮互人拼粪扫的所在，到24点钟监控的系统，对去年到今年的5月，拢总抓到34件，除了开罚单，以上侦办嘛有4件，明显提高执法的效率。阮用科技的方法，小可拢有录到真侪民众去遐偷盗。一届的罚金拢是1200块至6000块，是情节重大的，刑责是1年以上5年以下，罚款是会用到1500万以下的罚金哦。环保局呼吁民众也是业者，唔通违法生活粪扫，爱当起粪扫车。业者的事业废弃物，爱委托合法的废弃物处理业者，唔通贪一时的方便，互人罚钱，甚至可能吃官司。记者严秀兰报道。云林县南来国小附近呢，最近是常常有台湾狗出现。若是安尼规往规动，而且佫会去到社区找只来骚扰居民。农业处是表示讲有协助这公所，请人来抓这个高山啊。若民众呢有发现这个高山啊，嘛会当联络相关的单位赶紧来处理。民众行出去田仔骹，强2只台湾狗为围墙跳落来，弄入去徛家内底，唔惊人，甚至佫要共攻击。民众看到了后，赶紧退后，好佳在无受伤。最近伫咧云林那内，台湾狗是一直出现，佫有10大人互骚扰受伤。阿婶拢徛伫搭学堂，铁马人，连铁马人，铁马零的敢若一杯豆奶尔款。
抱大腿。伊惊，伊就要甲绑啊，要甲绑，结果伊愈摸愈暗啊，然后4只还是5只，反正我听得袂记了。伊用我看才几样学菜。在地民众表示，因为山野特别大出啊，拿来国小4棵围仔的山野树特别熟啊，这个高山啊，逐工拢会落来找食的，造成在地民众、学校的师生受到影响。也那台湾高上接出现的时间是伫咧透早5点、下晡3点到暗时6点，数量上济要到50只。看到人，他有时候就全部大概两三只带头的比较大只的全部冲过来。哦，所以有时候我常常就拿着裤子啊。哦。就没办法，他过来，我只好拿棍子协助公所这边去请6到8位的可以类似驱吼的人员啊，以鞭炮或是以那一个空气枪来做驱赶啊。如果说民众真的有遇到这个部分，也可以联络我们县府这边，我们会派人去放置诱捕笼来实行抓捕。农业处表示，这个高山啊，拢会集中伫咧龙过尾山区步道4棵围啊。不过最近有发现会往平地、社区山顶动，目前会加强宣导，避免民众也是游客夹刺。再个甲中央讨论防治方法，甲高山啊好好管理，减少人甲狗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麻豆的展文市政环境园区进前呢是台湾首府大学，因为这面积是真大，目前受上清这粉鸟长期拢伫遮咧吸，也造成环境的问题。这市政府其实是要出动工区去赶鸟仔，也毋过其实这效果是真有限，所以目前敢若会当以人甲鸟仔共存来做关键，先加强清洁甲消毒。伫环境当中，有马赫大声的叫声，停咧建筑物顶悬的粉鸟，同款是老神在在，完全无动静。这是台南麻豆的展文市政环境园区，嘛是全国头一座大学退场了后转型活化的指标案例。目前是台南市第3市政中心，占地16.7公顷的园区内，树丛花甲足水，毋过7栋建筑物目前进驻的无够300人，空旷环境甲真少人来遮行搭，意外变做鸟仔的天地。有规大群的粉鸟拢踮遮，嘛正做粉鸟平人这景象。会希望就是在鸟粪这一块的话，看有没有办法做清洁这样子。就可以好过，去过咧无放晒。会放晒哦，会清走袂离，恁这敢是拢爱一直清安尼？系啊，逐工清的啊。这粉鸟遮尔济，主要是比赛无断去的。叫我看这生态好找食，就安尼留咧遮，久来愈来愈济，目前有1000多只。那世界拢鸟仔屎的问题，难免互人烦恼卫生问题。市府讲，其实因嘛想无步啊，不论是点区别这设防护网，还是马赫的风吹，要靠假的天敌来吓。信号感官嘛是有限，塑造一个老鹰在那边飞翔的一个假想画面，对，这样子让他感觉到有天敌来了，他就比较不会做靠近的动作。环境好、生态好的一个必要之恶哈，这个也要跟民众说抱歉。那也要呼吁民众放心，我们每天都有努力的在清洁消毒。可以放心的来园区。面对粉鸟真济困扰，市府坦白讲，因为有请农业和粉鸟的专家来勘查，目前应先以人和粉鸟共存为原则，未来以此温顺的赶鸟仔措施，嘛会全面加强园区内清洁甲消毒，来化解环境卫生的记录。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这平地竟然有山猪咧出入，这是屏东县九如乡。这几冬来呢是传出这高屏溪的捕获这山猪的数量有大增加，可能有100多只遐尔济啊。所以沿岸呢这农作物也拢受到破坏。面对着这山猪的问题，九如乡长已经甲县政府来讨救兵，来申请山猪条。另外嘛，伫咧面册顶悬来找这拍赖的人做回来斗掠猪。农民使机械咧除农药，但是稻仔有诶东倒西歪，发觉有芳无介捌。原来是因为这稻仔拢互山猪吞甲安尼。屏东九如乡诶农民带记者行去田林，涂骹拢有山猪诶脚链，有诶土嘛互山猪变甲乱七八糟。高屏溪破河边诶农民表示，山猪诶问题已经几啊年啊，拢会一阵伫暗时出现，四界夹作物，致使农民损失严重。伊总爱食青菜。食蚵啊、竹笋啊、青菜拢爱食青菜安尼啦。啊，割稻机没办法割不起来。对，因为它踩下去踩扁了。他们会进去走来走去打滚啊，甚至在里面玩耍打滚。我看到7只，我太太也看到7只是大的，可是我看到的是小猪。哦，所以他们一直在繁衍呐。
若钓仔甚至是高丽菜、姜仔，拢会互山猪打歹去，因为山猪较大只，而且反应紧，可能有够数百只的量，佮有攻击性。九如乡长就协助农民，目前县府已经分配10组山猪条和4位拉人。另外，乡长嘛伫面册顶悬招募有经验的山猪拉人，结合民间力量，帮助农民解决山猪的问题。数量真的太多了，所以我很希望尽量比较多人下去抓，因为在占地200-300公顷吧，应该有吧？然后县政府也要支援4个猎人给我们。那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第21条的规定，如果说一般类的野生动物呢有危害人民及公共安全，或者是农林渔牧作物的情形，都可以向县政府来提出申请猎捕。农民讲，这个山猪可能拢是北风灾对山顶抢落来，生出了后族群数量愈来愈多，造成农民困扰。县府农业处表示，若要猎山猪，一定要先经过申请，伫作物损害所在进行，才袂违法，而且禁止使用夹仔类的工具。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北国际电脑展今仔日是第2天，飞台公司执行长黄玲芬伊也是有来。我到的时是去到这个红海的展览区来小听合作的动画，也甲这飞台共同推动这先进实体 AI 创新发展的恩智浦这个执行长，要亲身来到台湾来进行主题演讲。Computex 展览第2天，飞达执行长黄玲芬同款嘛来到遮，甲台唱到小厅，伫咧红海展区来徛台。红海董事长刘永伟早就伫咧遮接台，两个人互相握手揽做伙，展现好交情。自红海西到建华，黄玲芬到位的所在，人拢吵，沿路拢受到大家热烈欢迎。啊，若伫这进程，甲飞达共同推动先进 AI 创新发展的因地浦执行长嘛亲身来到台湾，才拄结束主题演讲。Now this is the time that I always do when I come to Taiwan because it's truly amazing the ecosystem in Taiwan. Because we know we can't do this alone. NXP, without our customer or partners, we're too small. The reason NXP punches above our weight is because of you. 用卡球员来做演说的开场，嘛摕真侪生活化的例来讲，互大家知，讲要安怎将 AI 带入现实的世界，尤其强调反射的重要性。啊，如今应用伫咧无人机、汽车等等的领域，实现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互动体验，嘛继续研发甲布局机器人。记者综合报道。好在回答执行长黄玲芬甲台湾囡仔咧互动时，有建议对方就爱学讲台湾话。台机团体呢嘛，因为安尼来写批甲伊质疑。虽然讲伊只是讲一句话尔，毋过煞互真侪人去意识到会晓讲台机的囡仔，即嘛已经愈来愈少啊。也若黄玲芬的团队也有回批，希望会当进一步来了解这个议题。你袂晓讲台湾话 ，You need to learn Taiwanese。回答执行长黄仁芬用英语对台湾囡仔讲一句“你爱学台湾话”，引起各界对台语的讨论，也意识到会晓讲台语的囡仔愈来愈少啊。台语政策推动联盟后续有写批向黄仁芬质疑，联盟表示台湾需要家己的 AI， 毋过定着爱有台湾话的语料。若咱希望 AI 在明仔载讲台湾话，咱着爱在今仔日讲台湾话。针对用 AI 来发展台语的议题，黄仁芬团队嘛有回批进一步联络。即马有3个人交过联络，对因就希望讲，AI 会当解决足侪人的问题嘛，吼，所以讲因可能对这嘛真有兴趣。咱救台语永远拢是咱台湾人的代志。AI 只是会当讲，互咱咧做即寡代志的时阵，加较方便，加较紧。吼，但是规个环境，头一个就是政府你的政策，要有相对应的政策出来，互大家咧搁甲台语的环境找转来。联盟嘛指出，目前台湾要开发主权 AI， 有关欠缺台语的位置甲思考，政府应当用更较积极的行动来发展台语。嘛有研究员认为，台语 AI 要训练甲通含华语、英语平平流利，上大困境是台语的语料库资料无够侪。若要发展台语，会当对现有的资源甲技术，先对台语 AI 合盘来加强做民众24点钟的台语架构。你会当甲伊开讲，你会当甲伊传信息。哦，你讲毋对的音，伊会当甲你纠正；你写的文章，伊会当甲你改。啊，你想要读文章，伊会当生文章互你，就是听讲、读写各方面，伊就是你24小时的专门的督教。研究员嘛建议企业的角色除了投入资源，嘛会当鼓励对台语有兴趣的少年家激头脑提案开发 AI 工具。啊，若政府嘛着兼顾学习资源、台语地位的提升甲使用环境，互少年家愿意在生活当中讲台语，才会当互台语发展有如何的发展。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
今仔下晡晡的天气，稍后咱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台湾各地还阁有平湖、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坐云到好天，会到伫大台北、东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会有局部地占雷阵雨。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